若到了高级境界，气血周身贯通，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臂、胸、背、胯、肘，都能发出具有相当威力的劲儿。这种与太极拳相辅相成的双人推手，也是陈王庭所创，它是武术技击的对打项目。哎，看准了，小旺牵动了对方的重心。再看，这叫背折靠，使的是后背击人。这个叫迎门靠，是用前肩击对方胸部。这招厉害，叫肘击。陈小旺现任河南省武术馆教练，他教授徒弟是言传加身教，一丝不苟。陈氏太极拳从产生以来，它的招招式式朴实无华，倒很像我们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庄稼汉，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统统没有。这恐怕就是许多血性方刚的小伙子为什么喜欢研究学习陈氏太极拳的原因吧。太极拳是中华民